为着要写这个本吼，一直听这条歌的时阵吼，我一听就头前的迄个 melody， 后壁我一只就拢会晓食。这条歌一定变成伫我脑海内底挽袂起来的一项草啊、树啊。春天花正清芳，双人心头坐叮当，有的想要对你讲，唔知影通也唔通。倒一项，敢也有8项。欢迎收看《台语今天当大好鬼片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分酸。唉，唱到这条歌吼，真正是细汉的时阵的回忆拢起来啊。这条歌吼叫做《四季雨》，伫我细汉的时阵吼，街头巷尾拢咧唱，真正是好听哦，佮洗脑。就是这个旋律真简单，就会互人记牢牢。系啊，我自细汉的时候，听，一直听到今仔，听到会晓笑。到伊今仔，我几啊冬无笑，到台北做工课了。最近吼，开始听这条歌的时候，为着要写这个本吼，一直听这条歌的时候，我一听就头前的迄个 melody， 后壁我一只就拢会晓食。这条歌一定变成伫我脑海内底挽袂起来的一项草啊、树啊。对啦，而且这条歌其实伫大家细汉的时阵，拢有教过这条歌。是。这条歌大家拢知影是丁武宪作曲的，伊佫有做包括讲月夜秀、雨夜花、望春风，不过。听到这条歌，就一定爱讲到李林秋先生。李林秋先生，因为这条歌的词是伊做的，词做甲吼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对啦，因为这乱来过定啦。是啦，对啊，四季样这条歌吼，其实吼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一开始吼就是两个一个一对恋人吼，就暧昧的啦。嘿，伫遐可能伫咧花园内底咧佚佗，春天的时阵花咧开，春天来啊，春天来啊。嘿，就吼，大家总欢喜伫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想要谈恋爱。嘿，就是谈恋爱迄种甜蜜的心情。慢慢吼，谈恋爱一开始就是，大家咱唔知伊敢有介意我，你有介意我无？伫遐咧算迄花瓣啦。嘿啦，伊爱我，伊无爱我，伊爱我，伊无爱我。到最后吼，共告别了，两个人做伙，做伙了要创啊，后一步要创啊。做伙去佚佗。唔是。去食美食。唔是。去看电影。唔是，爱牵手。牵手了，安那，啵嘛。到最后吼，这条歌吼，伊是为一蕊写甲全蕊打迄种感觉。到最后吼，到上尾一段的吼，就是咧写迄种吼，迄种安尼啊，你帮我起，就是安尼，伊袂扛起来有无？两个人伫遐，就是上快过定啦。伤紧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到安尼啊！春夏秋冬，拄好每3个月拢有一个新的进展。一开始吼，两个人搭做伙，就咧想讲吼，敢会当后进一步，对啦，对，伊就甲这种吼，自以前到即马吼，大家自咱近代吼，查甫囡仔含查某囡仔咧谈恋爱迄种吼，迄种甜蜜蜜的心情吼，甲写出来。对，因为伊就透过春夏秋冬，就亲像你头拄仔讲的，春天的时阵，大家要真互相熟悉，所以真暧昧。过来热天就开始出去佚佗，搁去游江，搁去约会。到秋天到冬天的时阵，就会开始想要较寒啦，所以就想我啦。嘿啦，揽一个啦。也毋过吼，其实吼，我感觉奇怪，这条歌吼，哪当写死的过程尔？因为谈恋爱应该毋是全部拢是甜蜜的吧？那拢袂冤家啦，安尼后壁敢有分手哈？我毋知影呢，也毋过吼，这条歌吼，内底甜蜜的迄种感觉吼，melody一听着吼，你一下就记起来。而且吼，这条歌吼，其实伊歌词内底写一个重要一个精神，就是咧讲吼，自由恋爱这件代志。伊这条歌写迄个时阵台湾的背景吼，可能大家吼就是拢安尼，就像阮阿公阿嬷，阮阿嬷可能因爸阿母都讲，我给你嫁予送，你就嫁予送，就是爱门当户对啦，而且拢爱听爸阿母的话。迄个时阵吼，含迄个即个歌词写的背景，含以前迄个时阵的感觉吼，较有淡薄仔无共，含即马吼较共款一点嘛。所以其实透过伊的歌词啊，咱会使去了解讲，其实伊嘛有迄种想要鼓励大家自由去恋爱迄种感觉。嘿，你看吼，像迄个丁武宪吼，伊是学西角，写出遮尔好听的旋律，李林秋，伊甲迄个即个旋律吼，诶歌词吼配合甲足好诶，伫迄个时阵吼，大家拢是伊两个人拢是较开放，读过册迄种思想，因为李林秋吼，伊细汉的时阵其实因兜是好野人，也毋过到最后慢慢厝人吼开始家道中落。丁武宪吼，伊本来做过做者迄个时阵社会
地位足悬的职业，所以吼，因两个吼拢是有淡薄仔受到西方思想。迄个时阵吼，日本时代啊，西方思想迄个时阵吼，嘛伫台湾吼，慢慢开始有一点点意识伫内底。对，其实伫日本时代啊，迄当时其实社会氛围应该讲是大部分拢是真忧心，拢是真烦恼台湾未来发展的啦。是。啊，毋过田武宪阁有李林秋先生，因会使透过包括讲作曲，阁有包括讲写词，会使写互台湾人一寡新的愿望。而且这条歌其实咧唱的时阵，伊的氛围啊、气氛啊，拢是真轻松的。是，所以吼，你看吼，这条歌词的内容，含伊的旋律吼，到今啊，阁有人咧唱，足厉害呢，50档有无？超过几架子啊？有啊。超过啊呢？对啊，应该超过啊吧？我数法真正足歹。超过几架子啊？足长的时间，大概就是安尼唱，流传到今嘛。所以吼，咱较多咱像咱较多讲伫淡薄仔望春风有无？伊嘛是李林秋，甲郑武宪两个人做伙做的。啊，咱后一回吼有时间的时阵吼，较来讲着望春风这条阁愈经典的一条歌。啊，咱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点灯，拜拜。